家家有好说，马上国家来主席。大家好，我係澤大家好，我係茵茵。茵，小朋友，好，是多是淡东海基。糯米煮番薯汤。哦，越來越強誒，嗱都點解新冠都上嘛個？誒，我開冇乜個問題，乜個意思？咧技法就係講呢，囡仔要隨遇而安。像喺你客家囡仔糯米煮番薯湯來食啦。係哦，客家人大半人講嘅嘛，吼，就硬頸精神，吼，非常堅韌不拔，隨遇而安。唔過嚟到新嘅時代，新嘅客家精神，傳統我冇變哦。其實龍太講堅韌不拔。好，要忍耐，然後要衝得破難關，錯冇？跟人家講番薯料，利用咗這時間，敢講唔講動手學番薯？講到兩個就上到啦，其實哦，我思想談落下嘅台人講，佢條細細嘅世界生發當苦，落下嘅人如多，米如少，那些先用辦，就加番薯煮啊，有飽足感。嘅係吼，不過嚟到現代就冇共樣嘅，你睇冇食飽嘅問題啊，知冇？食強飽，番薯就變做很保健的食品，知冇？因為番薯吼，以前細細時間古時代蠻耐都種嘅都，但就是隨緣就地取材嘛，今日請到了番薯嫩人，其實當厲害哦。實實請你來分享。好，來分享一下你來賓李宗宇，李宗宇。歡迎。頭上哎，你可以跟我們分享我們的什麼食材這麼年輕？你可以哈是番薯麵按 U， 好，還有它名字多好，我們來造個句好不好？好，你終於來了，李宗宇哈，你好，帶乜個東西？不好意思，來番薯餅。你番薯餅哦，你係乜個？紫色的番薯餅。哦，紫色的，你看哦。那就係基本嘅栗香地瓜的番薯餅。栗香地瓜，有栗子香味的地瓜。哦，很厲害哦。給來做的什麼個？你係乜個？沙琪瑪。這是網絡上這個都說是雪 Q 餅啦。哦，我試過，宜蘭也有。有，這全省各地都有。全省都，那跟牙有蠻特別的地方。因為我們那個特色是我會加一些比較天然的食材進去，像這個是堅果蔓越莓，這是紅曲，然後這是抹茶，就是這些材料一樣搭進去。巧克力，好適合你哦。就是想吃巧克力。來試一下，很 Q 哦。其實係 QQ， 然後有一點沙琪瑪一樣嘅，不過是沙琪瑪適合係叔叔嘛，佢哋有一種 QQ 的感覺。哦，好特別，你特別研發的。對，也是我們自己研發的。哦，什麼樣？我當好是番薯咧，今日都成帶走咯。冇啦，我做東西來先啦。點講？因為有機會吼，開始做料理。因為我們那個這片吼，喺鄉下農村地方。跟番薯特別多，而且各式各樣的番薯都有，因為它那邊是沙地，沙地的番薯啊，種得新厚細咯，特別醬，特別甜，特別好，扎實，哦，很扎實，哦，跟住研發很多有關番薯的料理。好啦，先嚟講，這些問題講，先做第一道菜係乜嘅？基本第一道菜係發糕。哦，發糕，那看到按都是，該不會你要做的就是五行吧？對。哎呦。然後剛才又講到番薯、栗香地瓜，係嘛？對，那就是五行栗香，對，發板啊，發板，來看呢個發糕。好，介紹一下哈，你要出會你講的栗香地瓜係嘛？你要用一般的番薯嘛冇重要。那栗香地瓜給它皮較紫色，皮數按你數看得到哈？紫紅色，雕出來色啦，雕出來色。佢適宜的口感攏係一般式的番薯，會冇重要冇出太有栗子的味道，有冇？栗子的味道它很濃，像一點奶油栗子的感覺。哦，像你細細時節有試過上番薯，你做在上什麼？這個也可以，因為我們拿的地方都是有機在生產的，它幾乎可以啦。哦，好，當然做發辦最重要就給發辦那個麵皮啊做得好哈。後來開始做，你先做乜嘅？來，現在我們把那個番薯切成丁。好，你番薯濕過嘅哈。我很想我調4集，很好吃哦，做得哈，甜度很高。我是你調啦哈，
哈，连水丽香番薯哈，那试一下哦，是它本太康啊，哎，我是因为弄太加放口感哦，俺没真也好吃。无给正经上来食，很甜。尿哎，这是栗子吧？很甜哦。真的哦，这很像女生购栗子嘛，糖炒栗子这种。松松的啊。除了栗子的面是啊，不过有多一张番薯会甜咪，是栗子。很像哦。我以后不要去买糖炒栗子了，我要吃这个。而且它还有一点点那个 Q 弹度哎。你有的番薯是有个港的，你看不会呢，这有点松松软软绵绵的感觉，很好吃哦。好，你要切好哎，切好我们就把它放在这里面。那边就有这样，大概4、5个。好。如果说你不要这样放也可以，你可以切1块放进去，然后用蜂蜜跟麦芽去蜜过。哇！如果你选的地瓜不够甜的时候，其实做得的啦，2年冇嘛是按调，肯定一下有太有 C 哈。好可爱哦。好，3号人呢做乜嘅？现在就要把它搅拌。哦，开始要做你发办那个蛋糕做班，你係咪計粉？低筋面粉。低筋面粉。低筋面粉。你量差不多几多？像我们一般家里这边配这个哈，可以配到9杯这个，90克的可以配到9杯。我的做比例是可以做到9杯。按呢比的哈，做得做9杯，哈，太细啦哈，可以做9个。然后这个呢是蓬莱米粉，因为发糕一般都会你无卡稀的米做，啊，你要怕太稠太黏，啊，你就可以放一些低筋中筋去综合它。啊，你适合唔爱听鸟。对，那它的比例是多少？比例哈，它这个1比1就可以了。哦，1比1。那水的话呢，我们到时候加进去就看你的那个稠度。你看你要多稠，然后不要一下不要按到。对，啊，这个是砂糖，它的砂糖跟他们一样，全部都是1比1。好，当然模式按调没法，你不用一般就好，你应该吃多了1条。对，先按呢搅拌。好，开始吃的不用水啦哈。水再来装一滴。吃的不用。用都比个蛋糕的稠度再稠一点点就可以了。这个哈港饮哦，喜庆宴会一定要用这一道，所以那个嫁进来的新媳妇哈，不会这一道就不行啊。就嫁进去的话，会这一道哦，婆婆就很喜欢你。那你婆婆一定很喜欢你。我婆婆非常喜欢我。你好可爱。你们在讲走出来，你看做5型呢。对啊。后来研发很多，现在开发出来这种哦，连小朋友都很喜欢。一听呢，我看到安尼生来做当上的是，而且啊，当健康。哦，你去吃这滴点 V， 然后我再帮你搅拌，然后变成绿色嘛。对，因为我们要分成5份呐，好，跟你说分一下。大概就分一下。好。你刚刚讲大概1杯的量就可以了。好。那这样说起来，每一个我们都可以试试看哦。这个巧克力是做另外一种的调色，它就会比较不用那么多。这个是金门的红糟，它吃起来就有一点酒酿香，还是不错。再弄另外一个。生日没走在琼哈搞哎，都盛情哎，这是亲子的活动。你这种白色的，你可以换成牛奶。牛奶啊，家里喜欢吃牛奶，你就加，不要加水，加牛奶。对。其实我底杯度，冰番薯可以结合在，比如讲冰王浦啦，都可以。你要哪个？水。哦，你要水。有点太稠，对不对？对，只要拉不动。因为它那个我们经过这样一直拉会蒸发掉水分，有没有？一直搅拌。它水分会跑掉。粘度做对吗？你这样可以。可以的哈。好。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倒到模子里了。还不行，因为那个我们的那个泡打粉没有加到。泡打粉其实应该是加在这里面，但是其实唔惊啦，你不用那两枚。对，我们进去再继续再搅拌。泡打粉更容易就黑不易，可以比较松软嘛，然后可以发得起来，可以打开，因为那个老人家喜欢看到打开，就觉得说今年会很旺。你就加，好，你加平均加好。老师，那你刚刚的泡打粉的比例就会有多少？泡打粉的比例哈，像这种比例的话，做下去大概是加10克啦。
10克，10克。然后你如果双倍，你就加20克，哦，你就照比例增加下去。因为其实烹起来哈，不是讲做唔得变我调黏系嘛。它泡打粉最后加的用意就是不要让它发太快。啊，你如果说因为你有时候动作太慢，等到你要起锅放锅的时候，它已经烹起来。对，它你会速度会来不及，所以我就建议你最后再放。好，哇，你啊做好按多色的哈，五颜六色很香哦，看到按多色，你做差唔多的哈，你还有只色，最后的这个刚刚讲红曲咩哈？哦，这很香哦。嘿，用白盐米线啊当好起哈，酒酿的味道。酒酿哈，哎，老师你讲正经的哈，刚你讲泡打粉最尾张标，你数脚它慢呢，你看你要就发起来。对，在长大了，所以在长大要快一点哈。老师我没有赶你的意思，对，是我告诉妈妈们手脚要快，要快哦。好，不用啊，迄唔讲来看到你安尼蔓越莓啊、芝麻，应该要点缀一下吼，莫大送。对，我们要加一些西式的东西，像这个是蔓越莓，嘿，你就可以加在。不用咯，拍个好哎。好，这只放在上面，轻轻的放哈。好啊。你如果喜欢吃一点酸酸甜甜，再多一点就再放多一点。好啊。它到时候它炸开的时候就会很漂亮。哇！香港，你做法白天放，系啊，喜气呀，汤嘛哈。旺。好，按你做的哈。跟那芝麻不要麻不要那味。芝麻哦，你就看你相中哪一个，你就可以把它放上去。真的哦。对。好。那我们就先放黄色这个姜黄好了。好啊，放一个好了。也是轻轻的撒上去。好。给它做一些点缀。好，刚师傅讲，开大火吗？大火了吗？大火。水滚了，又滚呢。看一下，已经冒气有了。哦，滚呢。我们就把它放进去哈。不用来弄嘛。放一下。晓得哈。不用来弄。其實以前咧，你用泰木整真嘅哈冇強哦。以前可能要用紙啦，要用乜嘢哦，它麻煩，要小炒啦。唔過現在很方便了，這樣放進去就好了。甜阿姨，阿記叫15分鐘就好了。然後現在要計時15分鐘。好，15分鐘再來就出來是我們的五行栗子發辦。哇，15分鐘夠嘞，哎，哇，好漂亮哦！怎麼那麼漂亮？成功！我很怕沒有打開來，你知道？開運！老師，那你算有成功哈？有，這非常成功。哇，來，我們把它拿起來好了。哎，你碗頭個裡面一講吼，很喜氣哈。應該攏講啊，正經拿出去做潘樹林，還沒吃到當面子。長輩也會很喜歡，這個紙也其實有隔熱的效果。對，這是特制的，它可以蒸這些比較高溫度的。15分鐘其實凍醬呢，很快哦。而且它爆開得好漂亮哦。它的地瓜就整個浮上來嘞。對，這個地瓜而且很扎實。有的是蒸起來會水水的，你就可以做另外一種料理。有的哈。好，我弄瞧一下。好滿啊，好漂亮哦，這個。哪捨得吃啊？好來，丟起來。龍太家講，我搶太家說的係乜嘅？五行栗香法辦。來。成功哈，把这些馅料放进去，哇，很香哦，很香哦，哇，后面就很漂亮，很香哦，底部都有番薯哈，感觉可以切4等份，厉害，感觉下雪的感觉哈，哇，就会变得很高级的甜点，非常高级。来哟，我是法办。在供养的生吼，就是步步高升的意思，好冇？平常时说嘞，就是越爬越高。我想要什么干点么？我加
来吃到原味，一听到神圣。我讲哦，所以以前啊，因为这是发班的时间，他讲人一时的，其实会变到动燥动色，对吗？会变糊糊。来之后，你用那种方法，用做杯子蛋糕的方法，按你加去了，你就变成另外一种客家的甜点。唔可以太甜，又适度嘅香气，哈，冬天片就会反薯，它的那个糖啊，经过了蒸烤、催化以后啊，那个糖分泌在嘴巴里是舒服的。对啊，而且它是蔓越莓口味，就会什么因要很喜欢吃，因为它对女生很好。它开始都就会，就比讲跳生讲啊，佢但强系呢个蔓越莓，好，唔系那种加工食品很复杂的那种味道。韩国这个饭酥改甜梅完全是的都不会因为它好像调过别的东西的味道，就吃不出那个地瓜。应该知道啊，那么过年啊，某一天全部一天要粉色，也还五色，哎，你讲张冲过年，迄讲过生日，还没做得用力啊粉色。韩国。你啊，木下东东因你系世界系国家嘅事件，大等现因木下国家中下嘿，配我们的东方美人茶，哇，上面某上都姜黄啊，弟弟啊，发班底杯度按姜以外，来吃到有一种很淡的清香味，很舒服的清香味。这也是我们那个邻居种的姜黄粉哦，我们都是用在地的东西做研发，真品哈。所以取材很不容易，他们很辛苦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开发，要珍惜。对，很不容易哦，这些材料都很天然。是够发班的，这个来生嘛干，你知道做一样弄番薯有关系好吗？做那个栗香地瓜的蛋糕卷也很好吃。地瓜蛋糕卷，你要用甜哦？唔会哦，我用含卵去做，新好新哦。含卵出来，你讲的金沙咯？对，金沙地瓜卷，给那有一种那种瑞士卷的感觉。有，等不及了，赶快来看一下。这个非常好吃。你讲金沙地瓜卷，你都冇食过安尼米西吼，俺没冇食过呢。分开有吃过，合在一起没有吃过。金沙懂厉害，佢做得做懂多东西，下面不过你阿爸用甜的，俺冇吃过哦。吼，开始来做，要先做嘛该？然后要先介绍食材吗？哦，超好，你好棒哦。导演自己创业就是我们的地瓜咯。对，地瓜种黑龙加那个栗子有种有重要吗？一样的，一样是栗子的口味。这是那个栗香地瓜，这是另外一种的地瓜。哦，品种不一样。品种冇看，你哈接触到迄两种。对。哦，你水珠糕是错吗？对。好，当然咯，金沙。就一定要有ham改卵包。哎，好，来开始来做，那先做嘛，先剥卵吧。蛋糕卷那个蛋糕体做的时候要烤20分钟。那我们先来做蛋糕体，好不好？烤的时候我们再来炒里面的料。太好，这样那先来做蛋糕体，好。这个先融化奶油，还冇？对，融化奶油。隔水加热哈。对。还讲有上次冇想要用包嘅发隔水加热没做的哈。第一小水哦。奶水捞你的无盐吧？对，无盐奶油哈。它这个加热的目的是要把低筋面粉的筋性打断。哦。等一下我们吃的蛋糕就会像海绵一样，跟一般的海绵蛋糕是不一样的口感，就是做这个作用啦。所以它这个水尽量要温度高一点。一般是到80度就可以了啦。你就是用煮的时候会有一点小冒泡泡的时候就可以了。就做得了哈。好，按你做得嘛？对，这样应该可以了。做得了哈。好，那我们就把低筋面粉呢，它一般是要过筛啦。好。咁你下在古屋可以做安樣嘅生理啊？講客家話嘅人多冇？這邊無仙島，這邊係海邊，偏閩南人比較多。哦，所以人較多啦。點到係唔做客家嘅美食，本外來嘅遊客食。對，做好容易呢醒球，哎，所以它两边都会一点点啦。跟大白讲哦，拖到客家嘅醒球吼，最幸福呀。真嘅，有很做，有可以做，咪就嗰位種田呢，真嘢假嘅，種菜啊，種田啊，哎，好唔家家叫雜卵。
今天你用红心给卵，较细粒的你用5粒卵。5粒油卵拍毛。我们在做这个蛋糕，就是蛋白跟蛋黄要分开，有一种是这样啊，有一种是全部混合，有好几种做法嘛。有几啊种做出来。今天我们做的是分开的。好，这个我们就等它，我们现在要打蛋白。好。 蛋白哦，我们在用的时候要注意哦，那个锅子里面都不能。一听枪啊，刚有弄出来动都不能有水哦，这么得有一滴的水哈。不能有水，不能有油，不能有蛋黄。嘿，来，起起出来嘞，我定来用量。对。平平的平哈。平平哈。哎，到一档先开始，一档呢打到有一点的小泡泡，你看它现在有一个大泡泡，有出来了哈。 我打到嘅鋪下腰咧，生咗隻乾嘛嗬。一般 M 都會用300平桶啊。300平啊，分300哈。你看那裡有一點大泡泡出來，你就用T100桶。T100桶，不用T100咯哈。T100，分300打，迄新手哈糖比較容易融化啦。啊，你用到100下去也可以，可是新手會抹拉啦。然後現在就可以再加第2次了。聽一邊哦。好，聽一邊。 新手就是怕这个过程，做蛋糕的过程。这个会的话，就全部蛋糕都会了。所以这一集一定要看。那皮靠动作要。对，那很重要。好，这样打，等到第3次喽。好，第3边喽。全部係。面就做起来哈。面，然后还有在判断的，它到底好了没，还要再判断一下。知道啊。 做西式嘅蛋糕、面包啊，最神奇就係好像是我用嘅配料含個比例，然後時常全部完全共用，不過可以出嚟嘅時間冇共用，時常做嘅就會成功率非常的高，沒有失敗率。不做工也時常啊。對，你要看一下哈，它如果說我們在上面畫，可以畫字，不會沉下去就可以了。哦，你看，一般他們都會叫你畫一個8。哦，它就會這樣子，不會沉下去。好，這樣就可以了哈。好了，好，接下來做乜嘅？現在我們就用重混合，重點就是這個一定要先拿一點點，讓它2個的基底會蔥油。哦，做帶啦。嘿，帶一天要做凍蔥油哈。記得咯，生意就會哦，莫太啲。太啲會氣泡會重一片，氣泡就沒有那麼細膩。兩種都潤哈，差唔多按嚟食攏蔥油嘞。哦。因為你用黑紅心蛋，所以給它顏色會偏較黃。甜眼的黃。對，你就倒到那個盆子就好。好，兩下變咗烤盤蛋杯係嘛？然後你這兩片打蛋糕的時陣，烤箱就會先預熱180度哦。好。上下，上下180度，好，嚟總平哦，總平等下給人個較平，較好。還有100度嘅空氣要全部裝出來哈，所以有這樣有面。給撒下來做乜嘅？你就大概這樣子輕微的動一動就好了，然後進到烤箱。好，麻煩茵茵哦。哦，進烤箱大概也是烤20分鐘。好。20分鐘就好了。20分鐘，跟20分鐘，按出來做倆好嗎？做倆好。我們先切那個番薯，我們要含了那味味，它重。好。番薯哈。哇，這看起來好漂亮哦。對，它很扎實的地瓜。真甜呢。密度，有的地瓜它會水水的。幾個胖胖，所以來說抹面不扎實。這個呢一樣呢，我們等一下要炒嘛哈，就可以再切小丁一點，細丁一點哈，小丁一點。這其實是不用再做任何料理，蒸一蒸就很好吃了。對呀，我共用嘅東西哦有變化，所以就嘅氣味就冇共用。如果歌場啊，在做嘅歌場也清神奇。係啊，按你拉哈。你還用兩種冇？也用兩種。哪一種也可以，用配色。配一點點哦。番薯都9成早前迄隔壁的阿姨去買的，真的哦。你說要田裡面剛採上來的最新鮮的哈。其實你要懂飲食番薯哦，因為番薯對民身體都好。你看現像你啊便利店面有賣番薯啊，唔講係啲係講，睇下早晨食番薯較好，都壓下盡量冇食。哦，早晨食最好。就好嘞。係你好哈。好，嚟開火咯，啊油嘛。一點點的油就好了。來，
乱往先飘入来，不用乱往下去。来逼又香。火摸太太哦，冇要出火来嘛。嘿，有味吐出来了嘛？有哦。有哈，安尼含卵就有香嘞。好，佮撒来标嘛，该遐尼差差唔多就来标含卵的拍。好。有香就得飘起来。有火摸太太哦。哇，好香哦。很香哦。葱花。哦。用落来。对。哎，我发现到冇用葱拍嘅部分哈。这个颜色调色也可以啦，就调色，你就看不卡有哪个材料，你就用哪个材料，按随意哦，做对啦，因为较香一点的，你就用酸条嘛，做对，系啊，酸条，酸条飘咧标标的，再飘含卵。哦，你唔是海草，等下斑斑那是炒的，你还熟的呀，唔是炒的，跟来变复杂，胡椒粉放一点点，跟来弄向下变个 level 来咯。好，先不要往色，黄色的把它压泥。哦，好，我来帮你压泥，好不好？谢谢。这样炒香，这样就可以了。好，胡椒粉是给它去那个咸淡的腥味，所以一定要会加一些些。好。就可以，好，用下去，用下来，均匀混合，差不多，做搅拌，哇，很香哦，真香哦，还冇吃过的东西，咸蛋可以炒个苦瓜，都有个脯诶，旺脯，哦，给等一下的呢，这等一下就都拼一批，拼一批，放进来。好，给你俩特别黄色的番薯落去，一样要把它弄很碎吗？不用，不是，就是把它有那个均匀搅拌，它应该可以粘着它，不然两个都太干。等一下我们在蒸的时候，它粘的时候它不能压住。哦，给按你算好诶，给你差不多10分钟，再给我等10分钟哦，给人狗就差不多。好嘞，再等10分钟之后呢，我们就组装喽。10分钟够哎哈，终于，哎，你看一下，终于蛋糕好了，娘娘哎，懂贴片哈，终于，取得很好，真的，好了，哇，好漂亮哦，做得吗？安生有成功哈，有，小心烫哦，拿出来的时候就要小心，好，然后就要给它散热，好，用粒纸的贴片做得吗？你还讲我哪一个？另外一种纸哎，哦，另外一种纸哎，哈，好，这个。你等一下要给它翻面哦，翻面过来哦，因为你要建起来嘛哈，东西要底杯，加蛋杯给很漂亮的烤的有点焦黄的颜色出来的面，哇，先讲好香哦，这样子就很漂亮。好，应该从另外一面翻过来。好，好，这样子哈，把这些馅料放进去，用一批。我不用上去，加你炒的个金沙地瓜哈，不用上去。因为这好特别哦，蛋糕甜甜，番薯甜甜，不过加上金沙，哇，好期待哦这个味道。这样放进来就好了哈。做得哈，漂亮哦。我们在卷的时候要压好哈，因为它比较小，比较轻。底下塞的喂。这个，然后稍微的卷。卷起来，哇，然后就放在往后退一下。好，来，差不多都得切的哈。要切时要用像锯那个锯子这样锯，不要这样压下去。好，莫底把料会走出来。哇，我都不敢看，我好紧张哦，就像颁奖典礼一样。你比我紧张对不对？对，它的剖面就很漂亮。很香哦，底部都有番薯哈。好来，打开来看哦。好。哇，好漂亮哦！好，用家哈，顺哈冇酱的先切起来吼。通常来呢，讲出要加加来先。磨啦拍磨啦。边边先修掉。好来，对待恋爱呢，给人个要非常的细心跟温柔哈，感觉可以切4等份，双双对对的感觉。应该中意对待佢嘅食材啊，到佢嘅成品都非常嘅温柔嘅。佢当然哦，因为佢利用喺在地这个小农嘅用心中的东西哦，真嘅食材得来不易。系啊，好来，唔是，我来看，走得。
哎，好，来撒下来做，给它糖粉系嘛？哎，撒糖粉，这个呢就这样撒，轻轻的这样撒，强强的哦，来一下，感觉下雪的感觉哈。哇，就会变成很高级的甜点，非常高级，瞬间变得高级。我都好紧张哦，好紧张哦，声音哦，短短的感觉。老师，你一定要拿按用心来做。来，第一个农太家讲做的迄物该金沙地瓜卷，试下。你的起巴的猛酱，啊，基本都最家己的甜的，吃起来就口感就会不一样。哎，我就是说，你台湾那个番薯蒸柠檬厉害哦，按多品种。你看，好香哦，很香哈。还有面，然后一滴滴的做很多酱头，对吧？Q 一下，Q 一下嘿呀，第三案做的嘛。哇，好欢迎，真的去买起巴了。哎，冇想到起巴要做得本安的吃法。对，并不应该吃到就很有新味蕾的感觉。对呀。来，这三都是俩奇妙的搭配。对，你去看看它含润。我这边读懂别人讲蛮高，就是懂这边因为乃是个含咩嘅人講，含咩嘅人講一般人講，如果不用肉腐，啊，我不用蟲咧，也講不用含咩東西。唔過因為你啊地杯度呢，蛋糕的綿密，龍加大嘅番薯綿綿的口感其實是一致的。然後唔過我又這個是到蛋黃那個香氣的時候，我就覺得我在吃金沙什麼什麼的，不過再吃這一口，又覺得我好像在祝你生日快樂，那種感覺，那很特別，就會很想要再吃一口，錯嗎？錯，我是呢，我覺得只有兩個字，就是歡喜，當歡喜，因為吼，你係飯酥。韓國韓卵全部係愛好食嘅東西，韓芥卵糕呢，你就做到凍面，口感凍好，吃落去就會凍歡喜。因為地瓜在裡面真的反而扮演一個當中有一個角色。有想什麼講過啊？那個蛋黃真的太鹹了，或者什麼的？沒有哦，那個地瓜的甜剛剛好，知道嗎？可以綜合哈。懂這邊呢，這個某熟人你貓會買嘛該。奶油卷啊，马嘎卷啊，我觉得这个蛮代表客家的，这很特殊，代表客家，代表客家好，講到代表客家，我就會搶一感應，要讓你交流一下。哎呦，他會發明新的東西的代表。哎呦，你算也一厲害哦哈，我第一唔愛講嘛啥？你讓你係非常好改變語。我沒有劉海。跟我是好朋友，對，培養你小朋友的。我們歡迎我們的主廚羅姐。哎呀，葉常老師啦，很高興，真的每次都來很高興的。你看你像羅姐嗎？有，你唱啊，唱嚟接假啦。哎呦，係唱接假啦。唱嚟把妹。唔過大家同我看你啊，特別準備暗好嘅食材來，好冇？那在這個介紹，我也是講，你係你客家創意料理嘅代表哦，不要漏氣。真的嗎？做得好。是啊，你看做底面，一下是還是講一下做差不多嚟做半日來食。好，緊緊，食到要唔係講負擔重重。哎呦，係啊，實實出來看你係做乜嘅？來咯，好啊，做乜嘅？好啊，好啊。夏日旋風來了。咻咻咻咻咻咻咻！濃煙哈。夏日旋風啊，都會想到，你知道涼一天呢，一定有旋風這兩個字的時候，我就覺得哦，好涼啊，有風。對啊，你來介紹你嘅食材好嘛？好來，你一起把人嘅做點做做誒，就是做起巴哦。圓圓係，因為一比下等我調。
抢色的迄嘛该口面，原味糍粑紫米的糍粑，爱枣的糍粑吼，你来综合起做用人的同好色，社会美同好色的东西。上唔到，结结来做。好，来结结，好来。先做嘛该？番薯先切好来。先切番薯，系嘛？番薯，好来，紧切紧介绍你的东西哈。好啊好。栗子的地瓜，一下来揉嘛该是嘛？揉嘛该？拿起来擂茶，拿起来。擂茶。擂茶。哦，还该擂茶哦。系啊，擂茶，比如真金动歪哈。擂茶迄做嘛该用诶？擂茶泡茶色啦。嘿，你客家人招待贵宾的一样嘛该东西。当好诶嘛该。嘛该。茶头、茶碟、茶椅。哇，这样来到幼稚园，嘿妹。嘛该呀，嘿妹好，哎呀，我怎么？因为我想。咦，你为什么不回答？你要抢答。对呀。Hello， 因为我做唔到欣赏嘅 tempo。好嘞，来讲跳脚嘞哈。唔要跳脚。铜匙拿落一下。哦，铜匙哈。来，那个这位拿一笔的落去。好，记到。一台铜匙。一台铜匙哈。擂茶粉哦，你喺擂茶粉喺唔知家做呀，冇办买啊。我朋友讲诶，教诶，一定会讲到可果类的东西，你嘛。哦。16位长命百岁。还能一铜匙。好来，L 一铜匙哈，加个番薯切到幼幼，莫切太幼，好，记得有粒粒口感的感觉，好吧？粒粒皆分明，膨糖系嘛？膨糖，也冇落唔错，没膨糖，膨糖。你係嘛㗎？膨糖來，你又知膨糖，哎，留幾多咧？倒落去，全倒落去，對，全倒落去。哎，講到是長命百歲嘅食材啊，其實番薯就係長壽瓜誒。係啊，就長壽瓜哈。錯咧。好啦，你หั่หั่，攪一下哈。你都上面หั่。好，你下邊攪，หั่油，解到我來，加啲乜嘅栗子地瓜哈，栗子地瓜嚟拿，用我嚟怎麼？你切乜嘅？亂黃地瓜。哦，亂黃嘅番薯哦。係啊，你都要數หั่หั่，可以做東西哈。做得有好食咯，冇多就冇好食哈。好。你嘛。好，媽媽，你剛好哦，這個你的羅姐搞你的哈，你的栗子地瓜，對，加膨糖以後，有一種，還有那個擂茶以後，它有一種很特別的清新味，當然你的茶顏料、老料的時間嗰種香味。係攏講哦，因為你嘅糍粑係冇甜，所以呢，你我不係甜的，啊，點不如做家啲甜的，這裡人就口感就會不一樣。古時候講你的旋風就有3種去炒嘅啦。對，好。有乜嘅？你係美乃滋。哦，唔愛搞，唔愛搞，然後還有中藥嘅東西哦，來。有乜嘅東西？啊，鳳爪，鳳爪呢？後來因為去籽，拿嚟講。容量熬。哎呦，太降生啦！你用天眼在修。來，你要乜嘅啦？師傅教你，將一支學到來哈，攞嚟看哈。好啦，哎，真嘅咧，執東西呀。哦，習慣。好，同簡單哦。你慢夾啦。好啦，哦，慢慢嚟，拉佢。燒過去。哎，看到我知道了咯。哎，好嘞。看，好。出來咧，好啊，一隻出來，用得，因為一本身人是弄人家是講做乜嘅，講多，你看講佢講多咗嘛，所以一隻就咁樣，啊，當要用心啲嘛，嚟，你方法真係好多啦，係，係咯，我講下，你食在你苗栗公館嘅名產，你點樣買咧？你點講你係這個台灣的特產嘅紅棗，你知咩解釋？佛，用買現講，兩條尖尖，哦，要唔知咧哈？兩條尖尖，所以你客家公館的紅棗，公館的紅棗很厲害的地方還有乜嘅？也是起嘅時間，然後是脆脆的，好好吃哦。那因為我們今天的糍粑有口感，有冇？你是我們講切到綿綿。嘿，你啲嘛？你平常當下是重口味，乜嘅飯條啊？咩飯條還有乜嘅洋蔥啊、蒜頭有冇？因為我們的口氣是會很重。嘿，你即是乜嘅會解除你嘴巴的口臭。紅棗。答對了，你好聰明。你今日食幾多粒嘛？一粒不做。食10粒，10粒張啦，點嘛？好。係咪點嘛？係咪你係有戀愛呀？要接吻的時候。係嘛？是雜落去。跟我隨時帶10張鳳爪的神。嘿，哎呦，都沒搞翻你呢哈。哎呦，記得帶吸管。真的要把紙弄出來。好嘞，你家用洋蔥嘛來，你看看來攪落去。攪落了。還有一種配料的哦，你加工。羅姐講你番薯係乜嘅番薯？嫩黃。係嫩黃番薯哈，用個鳳爪。切咯，芎樣哦，切細細，放落去，弄加嘅美乃滋落芎下。好，
有搞到点点用哈，然后有嘛个然后其实它也叫蛋黄地瓜，可是它口感不一样，它比较干。冇同样，我就是说，你台湾那个番薯真正厉害哦，按多品种。罗姐我问哦，像你用美乃滋种的呀，有的冰起来就很好吃。嘿，有的我讲我出水嘿冇，嘿唔嘿爱注意嘛该，譬如讲做唔得不用养。唔會啊，因為我番薯用改番薯它炒啊，其實唔會啊，我用整的啊。用整的嘛。哎呀，你用煮都會出水啊，你看。好香哦。很香哈。冇強用好咧，又要用好咧，你係咪該冇加到唔對嘛？嘛該冇加到。你係紫蘇梅。紫蘇梅。係啊，榴蓮呢，紫蘇梅係一家做按照 Q 梅。哦，唔知家做的哦。係啊 ，QQ 梅係攏講哦。QQ 梅。講，你 QQ 梅。你自家做的哦。做有一年當好食。這樣假誒？真正啊，阿妹。有一年真好食咯。真正有年好食哈。是西藏。可以有隔7年哈。你剛剛說的當好食哈。你還出2種旋風出來。對呀，你看。第3種旋風來了。好。QQ 梅，顧名思義，加是一個出會 QQ， 有點亮。然後我們加了我們地瓜，都是切丁，我不把它磨成泥，因為磨成泥比較，我覺得視覺上會沒有這麼好。還有啦，是一個口感它冇重要。對，然後好來，你看，這是我的秘密武器。這是秘密武器。是什麼？是什麼東西？哎，很香。麥芽糖的米西。麥芽跟金桔去調製的。如果你今天咳嗽很嚴重，你就可以泡一杯來喝喝看。好來，給你調來。好，加給。好啦，你看我們的動作是不是很快？QQ 梅，還有番薯，老你家自己釀的。對，釀製的。金桔。麥芽糖。麥芽。沒有。好了，我們的重頭戲上場嘍。因為這3種配料都配好了，對不對？來，我們每個人戴一個手套。哦，我們都要一起做。是啊，一起做啦。因為出韓，美韓啊，這個韓嘛，薯啦要準備。黑莓問阿婆大。有冇拉冇？有。好來，我們現在呢？我跟你講，現在我弄好了那個麻糬哦，好像在做 DIY 教小朋友，對不對？你記得這叫做日本的熟粉，就是講的熟粉，因為我們不能這樣吃，比較容易尿胃腸，因為這是已經炒熟的。好，你記得這個麵呢，糖粉的下面呢是放在表面，所以你待會在中間不要弄太多粉，不然你待會沒辦法包起了。包唔起了。對，然後你看，你的樹啊，哎，鹽啲嚟粉呢，搞你哈，先做哈。好，研落去，研落去。哎，冇研到，先係講嘅啦，打過嚟，研，哎呦，研開啦。你研開啦。看你中醫生嘛，教你這個包。第嘛，你是蛤蟆條咩？我怕被罵。大師喎。我是又鹹又甜，冇便宜啦。好來，好來。我想要食啲啊。你這個包 QQ 梅，哎，我們的茵茵來，我捏一個給你，你吃紫米的好不好？好。然後看你喜歡吃什麼餡料，自己包好不好？其實冇簡單。我們的茵茵拿一個去，然後我們待會我們的終於也拿一個去。老師，我覺得你故意的。怎麼說？你就是先叫我做，你不教我，然後你還包唔超愛。哦，用解曬，再開咧哈。然後來，我教你啦。最後的部分出來呢。去教室，黑啦。來，終於包好了。對嘛，不要沾太多。你們不要學我哦。我是真的沒有包好。好來，我教你們包了，好好吃哈。因為外面的皮是不甜的，但是它很 Q，對不對？因為我這是純米做的，純米跟加粉的，起碼有同樣。像地杯都有包安尼的東西。對。哎，你客家當傳統的黑毛杯有包鐵條粉嗰種。對。我做鐵條粉做得冇？做得啊，還攏講細阿狗誒，你包倆就會較好包啦。來，教你下來，梳頭來。黃色是種芒果誒哈。係啊，黃色啦。你要盤呢？你要盤呢？來。準備好。好。先包綠色啦，冇你啲條邊。所以你咩講？我教你包咩？來。係啊。來。其實按做的嘛。哇，好棒啊！茵。他演的誒。你做得去買起拔咯。好，哎，讓過來，這位來，跟你講。好。哎呦，研落一啲啲嚟做個磨醬刀，對嘛？哎呦，研過來，研過來，攞去研過來，Q 一下，係啊，將 Q 計買啊，附帶咁樣啊，對嘛？哎，我吃到個 QQ 梅好厲害哦。QQ 梅啊？有酸酸甜甜的。跟高勝美一樣厲害。哎，真的。來。
我们2个配2个，好不好？好啊好啊。哎，冇想到7、8妹做得温安尼食饭。对，因为豆腐卡做些，就么阿妹都咁做。这鱼冇做健康，还没给爱用有热的去多，都可以增加我们亲子的感情。用蛮讲都会神梦终于啊，带安好的食材来哈。黑妹哈，还感谢罗姐带来啊。真的你也知道她叫罗姐了。罗姐，是不是像罗姐？还有马盖冇包。你终于来讲像日本的大福。对呀，哎呦。有嘛？有讲哦，他贴掉的跟你这个生哈。哎好。好来看马盖。就符合你的樱桃小口。对呀，为了你那一口哈。好，少一个什么？好喽，少一个什么？绿色的，那绿色哎。好。哎呀，红贝绿真美丽来，很忙哦。好忙哦。就为了要好吃的东西嘛，对不对哈？好，哎，这个才叫厨房啊。对啊，因为家里面就是有那个乐趣，然后嘎嘎又好生哈，每次嘎一张银毛含丁，嘎嘎毛还没好。你输诶，你咋没有？没啊，这样我这个阿东喜欢爱用的木头。好来，拿脸，跟我们的钟鱼一起丢脸哈。这2个人的合作真是天作之合啊！是4个人哦，4个人，按摩啊，西山。叫他来同大家讲，唱大家什么该？夏日旋风，冰冰凉凉的哦。玛莎香豆番薯中路7、8底杯度按哈 ，QQ 底杯度咧又有绵绵的口感，又有颗粒的口感，冇薯跟日本的大福诶。夏日旋风，夏日旋风，冷的也好吃，你是可以冰在冰箱。哎，做对了。可以啊 ，QQ 的啊，但是不能冰太久哦。你看，哦，有那个很期待它会吃到什么口味。係啊，有冇嗌家咩唔記得嗌包馬雞啊？這道馬雞，嗌你下食到係蓬糖誒，蓬糖誒，所以你自家做一種有那個金桔的瑪莎香豆番薯冰露7、8底杯度按哈 ，QQ 底杯度咧又有绵绵的口感，又有顆粒的口感啊，之後冇薯跟日本的大福誒。我實體了，真係還想是其他嘅口味，了就會代表你係東西經驗當好些，因為番薯你是鬆性，講起當百搭，唔管用心搭，佢係上一下誒，係啊，根本我覺得就很有那個新的那個味蕾的感覺。對啊，就是看似簡單啊，然後讓你有一種很 surprise 的感覺。它原來7、8人都得咁樣做。問一下終於啦。用牙的番薯盆，越長煮熟做按的料理，你吃到有沒？哦，太高級了。麥當日本很高級，对，很高級啊，这样吃起来很像那个坐在日本那边餐厅里面吃那个小点的感觉。有吗？有。你看看，它是有几味，你来做鹹的。沒什麼終於啦，帶按好的東西，沒什麼繼續按支持你在啲農作物，好冇？哦。有含這個帶配的東西。番薯，很多嘛個地瓜。當多。係嘛？因為唔地啊，番薯係地瓜。按個愛地，番薯做嘅地瓜，地瓜做嘅番薯。各位鄉親，有像羅姐講的冇，唔地瓜做嘅番薯，番薯做嘅地瓜。有唔地？有上是你啊，啲你食飯環境地對度啊，細細嘅東西可能冇乜在意，有上是連細細嘅東西定下生命，定你食飯地對度，出咗對本而當多嘅養分啦嗬。唔過你想食到很多嘅養分，所以準時蔬菜你嘅價格又好食。歡迎大家來主席。上來了哦。有冇睇住㗎？先感謝禮拜電視台本來兩隻機會呢來介紹我哋在地嘅農產品。我哋在地呢雖然新到農產品，不過禮拜呢嚟借這個平台呢嚟對大家來推廣哈。新好嘅東西就係番薯啊，希望呢大家呢平常嘛多多食番薯，對身體新好。禮拜機會非常感謝，謝謝。